是事实，因即摆就是咧做即件代志。好，过来就是后壁遮吼，就是有找两个两个是本正就是支持中国国民党的人啦。这志刚伊敢若嘛是讲伊原底是投中国国民党的，咱听看卖因是安怎要出来支持罢免啊？罢免国民党立委行动如火如荼进行中，深蓝铁票区台北市文山区也没有缺席。6号深夜，一篇志工心声更吸引近3万网友浏览。文中指出，27岁的小茹因罹癌正在接受化疗，且不得不因此辞掉工作。然而，本该好好休养的他，却因为看到国会乱象及国民党无视人民声音，因此决定挺身站上街头。小茹说，尽管医生认为化疗结果还算稳定，但身体却一天比一天虚弱。既然已没有太多时间能浪费，就决定把握时间做有意义的事。小茹表示，虽然她的力量或许微不足道，但只要能站、能说话，还能写下一个名字，她就想继续做。有人问她为什么这么拼，她则回应：因为还爱着这个国家，不希望有一天。其实就是我感觉这种精神真好啦，就是讲伊是真正身体真衰烂要是愿意出来徛出来发声我感觉这真正是无简单，因为照讲伊会当拢莫插遮的代志，伊就是好啊休困。有想要看的时阵，才网络迄个 browser 甲拍开就会当去查伊想要看啥迄个面册哪看，就是小看者就嘛会当知影迄个状况是安怎。毋过伊愿意徛出来安尼是真好。毋过就是我会想要捡即篇出来看，就是讲。即种人其实即摆会愈来愈侪啦，就是讲伊原底是支持中国国民党啊，是讲伊无认为台湾人需要建立家己的国家，就有中华民国，咱就用中华民国就好，中华民国真好啊，中华民国嘛民主化，所以伊会讲这啦，伊讲，你看第2句啊，就是讲因为我要搁爱即个国家我就是即句话其实。我先讲啦，我毋是咧干掉伊，嘛毋是咧甲口说屁想啦，我是咧针对伊讲即句话啦吼。伊讲即句话讲，因为我要搁爱即个国家，我请问就是即个国家是啥物国家 ？Republic of China。China Republic， 你的国家叫做中国共和。即摆有即个人拢话中华民国台湾毋过事实上。这叫做Republic of China， Republic of China Democracy Democratic， 就是事实上是这嘛，民主的中国共和，有民主制度也是讲当地进行民主化工程的中国，事实上是安尼啦。Republic of China 的意思就是安尼，伊讲，因为我还爱着这个国家伊还阁爱这个国家，所以你爱的是中国共和，你爱的是 Republic of China， 就奇怪当然我想后壁即句讲伊想要对伊的母亲讲我爱你，所以伊嘛知影讲，家己请用大汉的土地是台湾，毋过伊讲的台湾是即个土地，即个所在，毋过伊爱的迄个国家是 Republic of China，Democracy version，Democratic version， 就是。迄实在是一个精神错乱呐！我毋是讲伊有病啦，我意思讲伊互即个社会教育，互即个中华民国的教育教甲伊精神错乱呐！伊对大家做伙精神错乱呐！嘿啦，台湾无即个国家啦，伫国际上无即个国家，
美国因讲即马你要讲到台湾时，你敢若会当讲台湾，袂使讲 Republic of China， 迄是因为伊要闪 China 即个字啊，伊要闪 China， 因为伊若是讲啊 ，We support Republic of China， 所以中国政府就会讲哦，所以你支持一个中国，你支持 China。啊，毋过就毋是，所以美国即马因有迄个规定嘛，因就是国会有一个规定，讲后摆就是你讲到台湾时，就是讲台湾 Taiwan，not China，not Republic of China，just Taiwan，就是伊是要闪迄个 China。啊，毋过因嘛知影讲台湾也毋是一个国家，伊讲台湾是一个对，台湾毋是一个国家，伊讲台湾的时阵，迄是即个所在。即区吼，中国一直在威胁的即个所在，即个所在叫做台湾，号做台湾。啊，毋过顶面的迄个国家是 Republic of China，Democratic Democracy Democratic version， 呀，就是安尼。所以我会扣即篇。意思就是讲，离开世界，就是安尼，咱继续看。台湾变成一个他不认识的地方。这篇文章引发大量网友共鸣，不少人直呼有洋葱，也纷纷留言打气，祝福小茹打败病魔，顺利见证台湾战胜毁宪乱政的蓝白立委。同时，在新北市板桥，则有忠贞蓝军现身罢免联署现场。我们从小就被那个洗脑，都是忠贞的蓝军。那没想到说，我们过了几十年后，我们这种忠贞的国民党竟然被骗了。为什么？因为现在国民党大部分呢都是在通匪，这些立委领了我们台湾人纳税人的钱那个辛苦赚的钱，就唱衰台湾，然后那个都一昧。其实我讲伊头前啊，伊讲讲竟然互人骗，吼！伊讲伊即种忠诚的国民党的党员竟然互人骗的，哈！歹势哦！中国国民党的中华民国的官员，甲中国国民党的以早是合作伙的，是一个，吼！即个国家中华民国就是中国国民党创的，啊，过来因伫1945年的时阵。都骗台湾人啊！哦，这咱看这本册内底，哦，当然这本册是讲迄当阵美军，美国甲中华民国斗相共，甲因的军队搬来台湾，害咱台湾即马互中华民国殖民。这本册主要是咧讲这，毋过这本册内底嘛，拄好有记录中华民国。中国国民党遐个人是安怎骗台湾人？迄当阵就安尼啊，毋是即马才咧骗啊。伊讲伊讲互人洗脑啥？我想讲，你的觉醒就干那到甲讲你家己身躯边的生活尔。你若有觉醒，其实你爱去读搁较侪册，去了解搁较侪，拜托。你去了解搁较侪，你就会知影讲中华民国、中国国民党，历史大战，甚至是伫因抑搁咧中国本土咧内战的时阵，因就是骗因的人民啊，嘿啊，共产党安尼，中国国民党咪安尼，因的。规个文化就是安尼，毋是即马才咧甲你骗尔，毋是即几冬才开始甲你骗尔。啊，若无是安怎？你敢会去想讲？啊，是安怎？遐民进党诶人以早遐党外运动遐尼起笑，逐工伫站街头咧甲国民党咧呛声，为虾米？啊，就是因为因利用即个体制是因创诶，因利用即个体制互因诶优势，骗台湾人。欺负台湾人啊，对无？这其实我感觉讲就是，即马有真侪
所有的原本支持中国国民党的，即马拢出来罢免，讲要因为即马中国国民党拢甲共匪啊徛做伙，甲中国徛做伙，毋过因咧讲的拢是讲共匪、共产党，毋过事实上，规个中国其实就是对台湾安尼啊。中国人来台湾，我讲一个简单的啦，你若有去国外踮较长的时间，毋是干那去佚佗尔。你去遐，管食头路也好，也是讲伫遐住长期的，你去到遐，甲遐的人，中国人熟悉，你观察就好啊。遐会足敢讲，就是定定咧讲我是中国人，我 am Chinese 迄款的，基本上拢中国性，拢中国性。真正正，就是讲伊无要搁安尼，无就是迄种较正常的中国人。其实伊去到国外，若是有摕到遐个身份，伊拢较无爱讲伊是中国人，这是真的啦。干那迄款就是伊后壁毋知是迄落有中国政府支持，还是讲伊就是去到遐嘛，无要认为家己就是迄个国家的人民。伊若摕到身份，伊嘛袂认同，伊是遐个人。伊拢是甲中国人的团体逐工做伙，伊无法度甲迄个所在的人真正甲因斗阵。甲因做伙生活，伊一定爱参与中国人的团体。这就是啥？这中国人啊，中国性嘛。伊对遐个文化、遐个物件，伊嘛袂认同啦。伊嘛无要甲遐个物件、遐个族群、遐个所在的文化，豆啊吸收，互家己搁较进步，搁较去变做是，我已经摕到即个国家的身份，我就变做遮个人。即个国家所有的事，我嘛有责任，我嘛有义务，就是伊袂安尼认同啦。毋过你看台湾人去到美国，尤其是去到美国足济，因即马因毋若是伫遐替台湾做代志，替台湾讲话，因嘛会认同美国，因嘛会吸收美国的文化，嘛有负担做一个美国人公民的责任。台湾人真济去到遐，其实贡献美国社会足济。毋过中国人即款的，中国性足高的，伊基本上去到遐，就是拢家己结做一阵。足济的买手就搁互中国政府去互因钱啦，互因资源啦，替中国政府做代志，真济啦。而且搁会欺负台湾人啊。拢是安尼啦，所以我感觉遮个人，你若是你的觉醒，你的政治觉醒，敢若到遮尔，我竟然是互国民党骗去啊！安尼你若无进一步去理解着讲，中国国民党即个团体，伊的文化是啥物？伊自早是啥物？伊自以早就安尼啊呢？你若理解到遮的时阵，你敢阁想要踮伫迄种团体内底，阁要接受即种组织的文化？系啊，我感觉就是你若觉醒，敢若觉醒到遮，你后摆夭是会互伊骗。你无彻底去理解着讲，即个团体、即个族群代表的文化是啥物，你无法度切断。准算讲，你甲因有血统的关系，可能你的爸母、你阿公阿嬷，甲因是徛共阵的。毋过，咱即马知影讲，血统的影响袂去影响到你个人的思考，到你思考的发展。你会当选择啊，你会当选择歹势，这到我遮为止，我无要搁用即套啊，会使啊？为什么袂使？事实上，简单一句话就是，遐个资源你爱放弃。你若阁继续摕遐个资源，用遐个人脉，你就无法度甲因切断，你就无法度真正独立思考，
你就无法度真做台湾人，因为毋管啥物时阵，伊都有可能要甲你利用，要甲你成，叫你讲啊，你替我做代志啊，你莫支持台湾人遐物件，对，绝对是安尼。哦，我真正是拜托你遮原本是支持中国国民党的，还是讲支持中华民国的，你若真正是有小可有觉醒，我讲即马中华国民党安尼毋对哦，安尼你爱去了解中华国民党甲共产党的关系是啥物？啊，中华民国迄当阵来台湾是啥物款？是啥物死人骨头型？吼，真正。你莫干若伫遐咧，逐摆228就要放假，就要出去佚佗，啊，莫阁遐尼悲情。哦，迄过去的代志，大家爱原谅。歹势哦，咱台湾人就是因为迄当阵雄觉醒了后，咱起来反抗，袂使，即种物件袂使来台湾，即种物件毋是台湾的物件，咱甲赶出去。迄当阵都是因为安尼，咱互中华民国杀呢。你毋捌体会即种物件，你袂去徛伫迄当阵台湾人的角度去思考、去感受。我到即马，我读即本册《家人228》，这有几套的啦。吼，台湾迄当阵发生。足侪所在，基本上规个台湾拢有发生中华民国甲咱屠杀的故事，吼，考述历史。我搁读一本《Formosa Betray》，这上基本的。我逐摆读，逐摆拢考。真正是你读凊彩闲一夜读一个人的故事，你会足艰苦的，就是因为我甲当做是我的亲人。我完全徛伫伊的迄个角度，虽然我无法度亲身体会，因为我体会我嘛死啊，我无法度完全体会伊拄着啥物状况。毋过我徛伫迄个立场，伊是安怎要起来反抗，我是受着啥物款的糟蹋，啥物款的对待。我真正足痛苦呢，足艰苦。目屎，迄是伊就家己一直流。你若感受到这个时阵，你其实完全袂去认同中国人甲咱统治，中国人政权，你嘛袂去想要做啥物中华民族。迄民族就是即种文化。单于伊来到台湾，真正伊伫福建做同款的代志。迄敢若是一个因中国的一个省的例尔。其他的省嘛同款啊，系啊。这你若小可去找遐个资料去读，你搁倒转来想看觅，我感觉会支持迄个所在的政权，迄个所在的文化，毋管伊是啥物款解说，迄敢是我的文化，我感觉做迄个文化的。一部分，然被骗了，为什么？因为现在国民党大部分呢都是在通匪，这些立委领了我们台湾人纳税人的钱那个辛苦赚的钱，就唱衰台湾，然后那个都一昧的去舔共。那我觉得我们应该要站出来，好好的去罢免这一些舔共的立委。民众除了痛批国民党舔共随意删除预算与补贴，最后更上蓝营霸气喊话。我希望他们要正视一下我们未来的年轻人的未来，还有台湾的未来，然后有着自由的言论，还有有着国际的舞台。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要为了这些年轻人，还有台湾的未来，然后更加的去守住台湾这一块？这种逻辑，其实我嘛感觉讲，其实真奇怪啦。我请问就是讲，咱若无国际舞台，咱敢就无需要去守护这个土地？咱若无去想着少年人的未来，咱敢就无需要去争取咱的
争取咱的权利。系啊，就是即个逻辑，意思就是因为我食着利益啊，我就爱甲守护，这是真人性，我知影。毋过就是，若所有的人拢安尼的时阵，敢袂出问题。若遐个无摕着利益的人，安尼伊要支持啥？伊就甲你无共啊！你种我感觉我无即个感觉，我无差啊。我要是会当投互国民党啊，我嘛是支持中国甲咱统治啊。伊无得靠中国会互咱搁较侪利益啊，对无？即种逻辑本身是有问题啦。啊，毋是讲针对即个人的有意见还是啥，就是即种讲法其实问题真大吼啊！伊要安怎讲，就是若是即种讲法真做是一个主要解说的逻辑，安尼这罢免就无意义啊！因为下骹的人袂得到教示。咱即摆罢免的教示是啥？就是遮个人在做出卖台湾的代志，毋管台湾即摆是偌好还是偌歹，你太有国会议员、立法委员在做出卖台湾的代志，这实在是足奇怪。你甲台湾的利益卖互另外一个国家，而且迄个国家是对台湾有威胁的，这足奇怪。搁爱叫咱爱去甲因签迄个和平协议，这实在是无合理嘛，对无？而且我要问另外一个，搁较进一步问一个问题：是安怎顶摆你会投互伊？你投互伊的时阵，你咧想啥？还是讲你有摕伊的利益，伊有甲你斗相共？吼，中国国民党伊伫戒严时期，就已经甲伊的组织侵入到台湾所有的县市、所有的里、所有的庄头的里内底，拢有伊的人，拢有伊的单位，伫遐发展因的组织。所以选举的时阵，你看哦，虽然讲即马是执政党是民进党，毋过地方的议员，犹原是中国国民党较济啊。啊，地方议员，伊会较支持家己斗相共做代志的里长，吼、为虾米会支持中国国民党的议员？为虾米会投互伊，互伊当选？吼、所以你你要参与即个罢免，你敢有真正想甲清楚？就是你为虾米要罢免？你罢免毋是干那讲表面上是啊，这无适合的啦，还是讲做无好啦，还是讲无替咱服务啦。当然这是上直接的现实的问题。啊，毋过后壁是，遮个中国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因的党，因咧做的代志，因的利益，因的立场，拢是徛伫咧中国无问题啊！我若是徛伫咧中国，我做遮个代志完全无问题。朱立伦是中国国民党的党主席，伊支持遮个立法委员毋免互人罢免。啊，这就是党主席嘛是徛伫咧中国迄边嘛。啊，即个党敢阁需要留伫台湾？你就转去中国就好啊，你转去中国选举啊，对无？啊，若准讲你讲啊，中国遐无真正的民主啦，无选举啦，啊无你金门妈祖遐选举啊，你就去遐选就好啊，莫来台湾嘛。金门妈祖遐有足侪中国人无毋对啦，因遐本正就是中国，真正中国，中华民国的中国。因自古以来无属于台湾，金门妈祖自古以来都毋是台湾，系啊。
中国国民党去遐选举就好啊，莫来到台湾。澎湖甲台湾是本正合作伙啊。嘿啊，你中国庙遐拢全部拢让互你，台湾人无差啊。吼，所以我感觉，对这位民众当然伊是就热心啊，公开愿意甲大家讲，就讲叫大家来支持罢免。啊，毋过就是你支持罢免，你的逻辑是啥物？表面上的迄个啊，甲后壁，你若真正要长期，互台湾愈来愈好，其实你爱想的是支持中国的，就袂使搁留伫台湾嘛，袂使参与台湾的政治嘛。啊，甚至是讲恁台湾要迄种啥物媒体啦、台湾的戏剧啦，拢莫搁甲中国合作伙嘛，莫拢一直咧拍迄种中国戏嘛。你为虾米袂使全部拢台湾的？徛伫台湾的角度去创作所有的文化，创作所有的艺术。你要用中华文化的物件无要紧，日本嘛有啊，像即马你知影诚适拍的一个叫日本的查某艺人啊，嘿，迄个阿诺有无？生做古水唱歌嘛足厉害，听起来是足厉害啦，嘿啊，伊嘛有穿迄种所谓的中华的衫啊，拍迄种较中华文化的 MV 歌曲。啊，毋过迄一个看就知，迄是日本人咧唱中国式的迄种风格 style。日本人嘛是会当创作即种物件，无要紧啊。毋过因是日本人啊，而且因创作的即种物件，甲中国人创的完全无共啊，品质风格完全拢无共啊。啊，台湾人嘛会使啊。啊，毋过你还有一个基本的，就是这是台湾人的物件。毋是中国啊，毋过咱用台湾人的角度、观点、甲迄种美感去创作的，是台湾的，安尼，就是你要建立迄个界线，基本的界线爱有啊，你的主体性才有啊。若无，其实你看，你讲的话，甲中国人因嘛听有啊，对无？你讲啥伊嘛听有啊，啊甚至台湾人咧学中国人讲话，哎，你甲中国人有啥无共？你创的物件，敢有可能甲中国有无共？你就变做你是中国的方言，台湾华语 is 中国方言，中国语的其中一种，对无？你要做中国语的一种腔口啦，这就是台湾华语啊。而且这个是官话、官话，台湾官话是中国方言、中国语方言。这你敢有法度接受？我无法度接受啦。我感觉这已经是蹊跷。这就是你要做中国人，你唔敢直接讲尔，骗家己啊。然后好好去认清那个共匪的嘴脸。这种信仰整理报道。共匪仔生做啥物款？共匪仔就是生做中国国民党即款啦。好，啊，这是其中一个啦，这是新闻部的短短啊。啊，另外一位是迄个要罢免迄个徐巧芯的其中一个志工啦，吼，咱听看卖。他蓄意伤害，然后还开直播，然后开了直播之后一点回应都没有。你们什么事正事都有做吗？冻结预放回线乱政，然后1个月拿快20万，你的权利是我们给你的，是选民给你的耶。因为我们觉得你花了买，我们要把给你们的这个权利之后，你说我们在夺权，有没有搞错？嘿，就是伊的逻辑是，就是真肃常啦，就是讲啊，你的行为本身违法啊，你
你就是无适合做立委嘛，你做的代志就是咱无认同嘛，所以甲你罢免啊，就是这是真事上，就甲迄个我拄仔头前讲的是差不多的，咱搁听看嘛，因为即支影片时间有较长，又讲较济啦，咱听看卖。大家好，我是产科心志工小丽，也就只是一件品，然后自己开小公司接案子，是什么侧翼？有一次台北市我还投过国民党的丁守中。这是我们因为二阶的量会很大，所以这是我们以后比较固定的脸书点，那一个礼拜会开2、3、5、6这样，然后就是可以在这边，就是也是因为这个地方也是比较有桌子有椅子比较舒服，然后大家可以好好的签一点书书这样，然后我们这边袂歹吼，你有心啦，就是有准传一个空间，毋知是家己做啊，是安怎？台湾娃娃汉子，就是爸爸是台湾人，然后妈妈是外省的算2代吧。我爸以前其实是他蛮热心，他以前帮郑南榕送过台湾杂志。我妈跟我外公外婆他们非常懒，就是我们小时候是在家里是那种看老三台长大的，就是他们两个政治感是非常完全是光谱的两端。然后他们以前会为了台北市长到底要不要投陈水扁这件事情，可以吵到快要离婚。但对于出来罢免这件事情，而且他也觉得，就是现在立法院这些人，徐小新他也看不下去了。前天跟他们吃饭，我妈还说，那个徐小新啊，然后王宏威啊，李彦秀这几个人，现在长都一个样子，一脸很肉。我所有的认真跟努力，你们全部都可以跳过。这就是强辉仔的面嘛，就是生做安尼嘛。所以我相信信义南松山的所有选民朋友会站出来跟我一起反对恶法。即马即种足济啊，阮社区嘛有一个。认真吹笛子啊！对啊，他在立法院认真什么？认真做这件事情啊！对啊，这不是更好？你看，然后还直播前面他在当市议员的时候，他的国属是列在市议，他用市议会的地址。那一般我们这种老百姓进市议会很麻烦啊，一定还要换这样，谁没事可以进得去。然后包括而且当市议员的时候，他那个900除900嘛，他那违停的事情、施压金，就这些事情让我开始对他印象越来越差。后来他选上立委，所以就是伊讲，因为遮个代志，伊对伊的印象愈来愈歹，所以这有一个问题啦，就是讲，因老爸替郑南榕送杂志，啊，因老母迄边是中国国民党的，中国人，所以因兜有即种冲突。啊，毋过其实咱会当知影讲，就是替乃拢因遐送杂志的，其实应该是拢做较草根的啦。因为你知影讲，乃拢迄当阵咧舞街头运动的时阵，其实像詹mỹ華即款的人足济。詹mỹ華毋知咱敢知，抑阁知影是啥物人？詹mỹ華就是乃拢过身了后要出山迄天，就是伫总统府头前，就是放火家己烧死的迄位。伊讲伊要对乃拢去啦。要对乃拢做点倒台湾人的台湾魂的迄个政治，足勇敢的啊！像詹mỹ華即款人足济，就是因拢是足奉献互社会运动，奉献互台湾独立即个理想，啊，遐个人其实有像詹mỹ華，伊其实工课無講。毋是迄款趁大錢的人，伊就是四界找頭路啊，嘛毋是四界找頭路，就是講四界找即種山工來做啦，嘿，啊，所以就真正足草根足基層的人，啊，所以伊拄則講因老爸是替乃拢送雜誌的，就是伊應該是下班了，家己閣撥時間，因為乃拢的雜誌攏是半暝，趁迄個。迄落憲兵警察無就是在休困的時陣，緊甲伊的迄個雜誌，迄個要印刷的檔案送去印刷廠安尼，所以啊，影印出來了後，要送去倒位，迄攏是足秘密的，就是若像咧戰鬥咧戰爭，迄攏是愛半暝迄落早時啊2-3點安尼，趁警察抑閣咧休困，然後無啥人的時陣。緊起上了就要緊走的，
迄拢有警察掠去的迄个危险。所以因老爸做即款工课，表示讲伊的时间是另外佫拨时间来做遮个代志，迄真正是无简单啦。毋过可能就是伊本正的工课嘛，无可能真公开去主张遮个想法。迄个时代就是安尼。嘿，好。我真的觉得关键其实还不是在比中，只是更早，就是像我刚刚影片里面有看到，去年他踢陈廷飞这件事情，他蓄意伤害，然后还开直播，然后开了直播之后一点回应都没有，我没有看过这么恶质的。伊讲即件代志其实就是对咱来讲啦，就是其实迄种思想，迄根本就无啥。即种人伊会做遮代志完全无意外。为虾米？徐巧芯伊早就是做迄个对马英九的嘛，系啊，伊尾手是做，看是做迄个马英九的发言人就对。所以会甲迄种人徛共边的，徛做伙，拢毋是好人。伊做啥物歹代志，无意外。啊，伊到即马看到迄件代志，才感觉伊就恶质的，迄就表示讲伊原本根本就无咧关心。就是今天你立法委员会无咧关心，表示讲伊真正是过了袂歹。我讲真诶，为虾米？因为我以前嘛是安尼。以前阮母啊是支持中国国民党诶，毋过伊是因为伊自早头起先头一个来到台北咧找头路诶时阵，因为伊完全拢无资源，因为伊是离开故乡来到台湾迄款诶，所以伊找着中国国民党诶遐内底提供诶一寡机会，还是讲熟悉内底诶人，我无确定啊，就甲伊斗相共。牵线，互伊找着头路，所以伊是因为安尼，就加入去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加入国民党所以伊的头壳规个就是互因拢洗去我捌投过一摆马英九，迄当阵因为我嘛完全无想要对政治投票，啥物拢无要无意啊，我就是投票进前我即摆要投票要投啥物人较好。我母讲你投迄马英九啦，迄足缘投而且你看伊逐工拢咧迄落啥，咧迄落招标，看迄足健康啊，足拍拼啊，好，我就去投。迄当阵完全拢无咧插政治诶，就想讲我有即个权利，我就猛投好啊，后袂投一摆，所以即位志刚就是我讲较实诶，就是。因厝内甲伊的迄个对政治的人脉包起来，好势，其实是过了袂歹。边迄当阵选台北市长、选总统的时阵，迄阵我嘛是尾手才知，因为迄进前拢无咧插政治，我尾手才知影。迄当阵是安怎遐尼计程车司机拢甲伊相挺？为虾米甲边支持的拢是讲台语的较济？较济啦，毋是讲全部拢是啦，讲中国话嘛有甲支持的啦。为虾米讲台语甲边的支持较济？因为迄当阵讲台语的拢是较社会较底层的，较济啦。遐个较所谓的较弱势，是安怎因的弱势？这甲语言政策有关系。讲台语的人伫社会阶级内底。大部分拢互人欺负，阮老爸就是安尼。阮老母做体制内工课，毋过阮老爸家己一个人拍拼，家己创业，佫互人骗钱，倒销，公司规个倒去，伊伫拢互人骗，家己骗的拢是讲中国话人。阮老爸的生命经验是安尼，所以我会安尼去看啦。我毋是讲即个人无好啦，就是讲伊对政治的认捌，对台湾历史的规个环境的认捌，就是拢互中华民国教育
包甲好势好势，嘿。只有言论免责权，你不代表你今天蓄意伤害别人，这件事是 OK 的。所以从我那时候开始就非常愤怒。然后来说，我们开始发动这件事，他还说我们是夺权，你的权利是我们给你的，是选民给你的耶，你凭什么？今天就像你们今天公司上面也一样嘛，你一定有个试用期嘛，你试用期不 OK，公司可以请你走。就是这种观点，就是所谓的天然呆啦，天然呆毋是天然呆，因为我认为无天然呆这种物件啦。所谓的天然呆，就是天然呆，就是你受中华民国教育，伊教你啥物物件，你就接受这个价值观。中华民国是咱的国家，是咱合法的国家，是咱民主化的国家，是咱台湾人的愿望，是咱台湾的现代化的一个国家政府，就是咱台湾人的徛伫即个基础起造遮的价值观，就是伊看徐巧芯，伊毋是看讲你即个人支持的政党组织本身就是一个欺负台湾人的组织，欺负台湾人、吞大台湾人、糟蹋台湾人历史的一个体制、一个组织、一个加害者，就是你无去认捌到即个部分，你敢若认捌到讲徛伫民主的价值、平等的价值，你袂使做遮个代志；徛伫个现代价值，你袂使安尼讲话，你袂使做遮个代志，你袂使甲人读了后佫遐歹，就是这就是天然呆啦。就是你接受中华民国是你的国家，是现代化台湾的一个合理政权用即个体制去发展你的民主价值，因为你迄种所谓迄个现代价值、进步价值，迄拢是为西方学来、摕来放伫台湾，所以咱爱照即个规矩去行，照即个标准，所以台湾人会使安怎依早安怎做，即马袂使安怎做，就是遮物件拢是为欧洲、美国、西方的价值观摕来咱用的啦，咱模仿因来合适的。所以，这个认捌基本的基础就是为中华民国合理去行，开始去做，所以就是安尼。所以徐巧芯你安尼就是做这种代志伤悍嘛，我无法度接受安尼，你才会安尼做，就是实际上就是中国国民党做的代志，我拢无法度接受啊。毋管伊伫地方做啥物服务，不过你甲我做服务，你甲我斗相共，我是感谢无毋对。毋过你迄个政党，你迄个政党自古以来就毋对呢。你敢爱去甲恁的党，就是建议一下，恁以早安怎欺负台湾人，加害者的名单若是有欠伫恁的迄个档案室内底，爱公开啊，爱互人知影啊。安尼你才算是真正。就是对台湾人好的一个政党啊，若无你迄个档案拢无要公开，拢暗藏起来，无要互人知影，安尼你安尼要安怎叫我会当信任？讲你有想要为台湾人做代志，就是一个正常的台湾人，中国国民党的支持者，你应该去要求党中央爱做这样的代志啊，对无？蒋万安你就袂使佫出来选啊！你若讲就叫你莫佫选啊！你若会佫出来选，安尼毋对呢？安尼违反一个固定的价值观呢？是大人讲话你就无听，你要安怎叫我甲你支持，甲你投票转互你？我看你佫想要选总统诶？你涨价害台湾人呢？你怎甲害台湾人？若准你总统，你爱承诺哦，你爱讲就是好。我若做总统，我甲所有的档案，自1945年一直到改严，一直到包括咱中国国民党档案室内底所有的档案，全部拢公开。而且我选到总统迄天，我甲全部的台湾人会师咧，自伊当选开始，我就是一个台湾人，我毋是中国人。你若有敢
做甲安尼，台湾人会考虑，互你做总统。若无免想，你根本无资格，对无？你若是一个台湾人，你是中国国民党的支持者，你还去要求就嘛安尼啊？你还去要求中国国民党安尼啊？对无？那会是干那安尼尔？但是我徐小新，你做遮个代志毋对哦。就是敢若是迄个啥，敢若是甲迄个徐巧芯挽一支伊的头毛安尼尔啦。你这毋是真正咧甲拍？徐巧芯以前是徛伫咧马英九迄边，马英九对台湾做啥物代志，你敢毋知影？啊，马英九伊是甲李登辉踢出中国国民党的人。李登辉对台湾做的代志是有帮助的。吼，当然伊的手路是啥物款，咱先莫讲。伊对台湾做的代志是有帮助的。马英九甲伊踢出中国国民党，表示啥？伊反李登辉。啊，反李登辉是啥物？反李登辉就是要维持中国国民党这个外来政权，外来统治者、独裁者欺负台湾人的中国人。马英九就是代表这立场啊。啊，甲徐巧芯甲伊徛做伙，就表示讲伊就是接受迄个价值观啊。你若有认捌到这个理路，应该是袂安尼讲，毋若安尼讲尔啦。所有的中国国民党拢爱罢免啊，包括民众党啦，包括即摆迄个毋知啥物垃圾党啦，系啊。我真正是足希望大家会当去理解到即种程度，这毋是讲这是我的理论的问题尔，就是你若会当去理解到规个安尼理路落来，就是中国国民党其实拢爱离开啦。上低的标准就是中国国民党袂当参与政治啊，因无资格，真正。那今天就是一样的状况啊！你们今天当了1年，你在干什么？你们什么事正事都有做吗？冻结预放回线乱政，这些事情就是你们做这些事情，然后1个月拿快20万，然后你们做这件事情，今天我觉得你花了买，我们要把给你们的这个权收，你说我们在夺权，有没有搞错？你说我们恶补基础，这件事情有没有搞错？等一下，谢谢帮忙说啊，这边是空白的。好，OK。啊，这是我没有做，万一谁找你们麻烦就给他们看，很可爱，超可爱。因为大家也都是业余做这些事情嘛，所以就基本上就是我们的模式就是有什么事情你可以做的你就去做啊，比如说我帮忙开信，或是有的时候像我们最近要开发连书店嘛，那我叫朋友家有空，那我就来帮忙。因为前一阵大家被炒，必须得承认，就是这个事情发酵就的确有让我们的一些本来有意图想要的人会怕，真的会怕。然后，所以现在我们其实蛮多的合作的方式都采就是转到地下去。因拄着即个状况，其实这嘛毋是即马才发生的。其实咱就是如果是足简单的，你看即本册，看即部册啦，这是几套的，比情228，比情车站228，家人河港228，搁有台湾规台湾发生的228大屠杀甲白色恐怖，就是安尼，一模一样，完全相共。精彩是因迄当阵举枪，你若互人掠着你就死。即马就是因敢若甲你吓惊尔，就是安尼，手路拢共款，理路拢共款，所以就是讲，咱若是台湾人是安怎敢若读迄个中华民国教育的遮个物件是无够的，而且是迄真正是一种洗脑啦，互你变做若像
饲猪啊安尼，吼，毋敢反抗，啊，敢若安尼你就会感觉讲，哦，足恐怖啊，啊，毋过就是，因以早就安尼，而且因以早搁较凶，因以早野枪咧。啊，你若即马无甲中国国民党全部拢踢出去，刷落来搁是野枪的来啊！中国的真正就搁野枪来啊！傅昆萁因遐的人搁继续伫遐加做哇，袂啦，我会当替恁甲因谈判啦，无啦，因遐中国的解放军野枪来，第一个就是甲恁遮的人拢杀死。傅昆萁，恁遮的人绝对是第一批互人杀的。为虾米？伊要先清算啦。恁遮的人伫台湾时就背骨的。我哪会知影讲，我来到遮时你袂搁背骨，对无？中国国民党迄当阵，228的时阵，伊是有台湾人有迄个啥有组一个迄个228处理委员会，单伊有一摆伫台北。吼，伊就邀请遮个处理委员会所有的头人，全部请因来到台北公会堂。吼，我若无记毋对，应该是去到台北公会堂，遐空间较宽，全部拢请去到遐，每一个来伊就签名。吼，倒一区的啊，有啥物人，吼，名拢记落来，扫落来后壁就是甲遮个人全部拢掠起来，枪杀。共款的手路，吼，所以傅昆萁恁遮的人绝对拢是第一批互人杀的啦，绝对是啊。吼，所以就是其实228台湾人是安怎，就是咱过年了后，过年欢喜1礼拜2礼拜了后，咱就开始艰苦啊。啊，为虾米咱逐冬拢爱艰苦？因为咱会记得。袂使袂记哩，袂记哩就会唱。即马足侪所谓的正拿军，吼，讲我要来罢免，要来反共，毋是。咱台湾人毋是要反共，咱台湾人是要反中国。咱无要爱中国过来甲咱统治，无要爱中国人过来洗咱的台湾人的台湾魂。咱要去做台湾魂，就是爱甲中国性、支那性、中国意识、中国认同拢排除。排除毋是要叫你去死啦！你若要来台湾，你若要做台湾人，请你就认同台湾。中国认同，你若要中国认同，你会当去中国。咱拢自由的，台湾是海岛国家，你要去倒位？飞行机。坐船拢会使，咱嘛无甲你禁止。海岛国家就是你要来就来，你要去就去，毋免勉强。咱是足自由的，啊，毋过你爱保护即个所在，因为你若保护即个所在，自由才会有啦。所有的人才会当真正自由啦。吼，你若我真正感觉讲吼，台湾人。咱即马是抑阁无家己的国家，咱若要建立家己的国家，歹势，你中国认同，你先出去，你先走离开。你若要来遮，要来利用遮的自由，利用享受遮的资源，请你认同即边。吼，要甲咱欺负的国家，你若要认同遐，歹势，请你离开，就是安尼。啊，你若要认同遮，你一定要知影咱的历史是安怎。咱无认同中国。咱无爱中国人伫遮，甲咱糟蹋，甲咱寄生。所以比如说像这个海外热心华侨，就是如果是你们愿意帮忙一起宣传的话，那我们也非常的欢迎。对，只是我还是要就是呼吁一下，就是能不能收敛输出这件事情，真的还是要经由就是各大团的官方认证，那可能也要请大家多留意一下。我就想了一个谐音梗，铲除黑心啊，然后把徐小英这个心很黑的黑心那个铲除掉。黑心肝的吼，毋若徐巧芯啦；黑心肝的吼，嘛毋若中国国民党啦；黑心肝的吼，迄垃圾桶嘛有啦，基本上拢是啦。
黑心肝的，你看迄个王金平，伊即马阁有伫面册，阁有一个品牌，阁要甲伊宣传的，什物大师课程。啊，迄阵咧宣传的时阵，就拄好迄个啥，中国认知作战足严重的时阵，伊就雄雄伊会阁出来，伊阁有1-2篇新闻，我出来讲2句话，啊，就迄个面册就开始替伊宣传啊，宣传伊的课程。我请问大家，这是啥？这是在操作啥物物件？伊敢有欠钱？无啦。伊无欠钱啦，伊就已经趁甲饱啊，伊会当凉细退休啊，到甲伊死就无欠钱啊。伊欠啥？伊要做啥？伊要阁甲你洗脑嘛？就遐简单啊，对无？黑心肝毋若是徐巧芯，黑心肝嘛毋若中国国民党，黑心肝嘛毋若遐个垃圾党。这次台湾人一定要站出来，就像我们的领衔人曹新成先生说的一样，如果你今天不站出来，以后每天都会是228。我小时候自己亲自有被就是爸爸讲台湾无徛出来，逐工拢是228，我感觉就是迄是算是一种宣传的讲法啦。啥物叫做逐工拢228？我讲较实的，就是228到228是昨昏的代志。早都已经是逐工拢228啦。为虾米安尼讲？你看台湾，即马达县市啦，有偌济台湾的历史建筑遗址，互拆掉，还是烧去，到即马抑阁是哦。即马是较无遐济迄种雄着烧去，毋过嘛是会发生哦。即马较济是啥？就是市政府，就是迄个观光局还是文化局，就是讲啊，这无算古迹，这袂使诚做古迹，还是这无价值，啊，就袂互建商，就拆掉。即马较济是安尼。遐日本时代留落来，甚至搁较早之前几百栋的迄种建筑，古早时的厝，还是对因来讲无价值的，无观光价值，无信用价值，宗教价值，啊，宗教价值是啥？宗教价值是甲迄个利益团体有关系啊，甲利益团体有关系，较有价值啊，啊是讲甲迄个较在地角头啊，甲迄个中国国民党诶，即摆已经毋若是中国国民党啊，甲政党内底有一寡关系，才会保留啦，才有古迹啦。因为迄拢爱钱啊，你爱修理爱钱啊，啊钱倒位来？谁会当替你抄一寡资源来？迄拢是后壁有关系，才有法度保存诶啦。迄新早诶文化资产委员，遐拢是啥物款人？咱敢知影？啊，遐个人真侪拢，真侪根本就无知识啊，无知识佫兼无卫生诶。伊讲无价值就无价值呢，伊有迄个权利呢，伊有迄个权利啦。啊，遐个人敢真正捌啥物是文化，啥物是美感，啥物是历史？因诶观点甲咱敢有相共？因诶观点敢有真正是为着保留台湾的价值，台湾主体的价值，无呢？较侪拢是这啊，系啊。差点被超车的经验。我知道逐工拢228呢，228是啥？甲恁台湾人假反抗，甲恁台湾人有知识、有才调、有论述，会当批评中华民国的人，全部拢掠起来刣死呢，互恁毋敢搁反抗呢，互恁全部拢诚做奴隶奴才呢。228是昨昏的代志，无的确今仔日还搁咧发生呢。到那些表面上看起来的公权力的那些手段，深入到平民，那是一件多可怕的事情。我不想要让我跟我的小孩
车老师。伊讲这个李国修啦吼，李国修，我毋知要怎讲啦，就是支持去看伊的戏的人，大部分是啥物族群的，咱嘛知影啦。啊，你若要讲即种较有台湾意识的即种戏剧剧团，有啥物？我就问大家，就是你敢讲会出来？啊，若是你讲会出来，真正你内行的，哦，你有咧关心。啊，毋过你若讲袂出来，你毋知影，雄雄煞想无，是安怎你想无？是安怎你会讲袂出来？嘿啊，这是毋是值得咱去想看？